你有冇試過心入面已經恨到啞人樣，但係望住對方，你仲係一句嘢都講唔出口？唔係你懦弱，唔係你冇骨氣，係你心底有把聲，細細聲，但清清楚楚咁話你知。翻臉係最蝕底嘅一着，但係唔翻臉你又點？就咁樣吞底，吞到你自己都唔知自己係邊個。香港人打工打咗幾十年，見過形形色色嘅人，難搞嘅上司，搶工嘅同事，年前辛苦嘅街坊，講一套做一套嘅親戚。好多時我哋唔係唔想發作，去發作完之後，那從空落落嘅感覺係因住更難受，贏咗個爽字輸咗嘅嘢，數唔晒。蔡瀾西一講，人生苦短，唔好嘥時間喺唔值得嘅事情上面。但佢從來冇話叫你吞聲，佢話嘅係有三句說話比翻臉更有力量，你忍耐更有尊嚴。今日就將呢三句說話慢慢講俾你聽。你有冇試過，終於同一個人撕破臉之後，心入面唔係輕鬆，反而係一陣空落落？那種感覺好奇怪，明明已經講晒想講嘅嘢，明明已經出咗那口氣，但係做喺度，覺得有啲嘢唔對路，好似贏咗一場仗，但係戰場荒廢晒，你自己都站唔穩。好多人以為翻臉係終於做翻自己，但係做翻自己之後呢？呢句說話唔係叫你忍氣吞聲，唔係叫你委屈自己，而係想你諗清楚一件事。翻臉嗰一刻，你將自己所有嘅底牌一次過晒爛，對方反而更加摸清你嘅脾氣、你嘅底線、你嘅弱點。你以為你贏咗，其實你俾人睇晒。蔡瀾做電影監製數十年，橫跨香港、日本、東南亞片場裏面嘅恩怨情仇，佢見得多，但你從來唔會見到佢公開同任何人撕破臉，無論係資金方、導演定係多年來同佢競爭嘅口家。佢嘅意思大致係，翻臉嘅代價從來唔係對方受傷，而係你自己從此要處處設防。每行一步都要算計，邊個知道你發覺脾氣，邊個會趁你防線重動嘅時候出手。翻咗臉，你就從一個閒企嘅人變成一個時刻喺防守嘅人。兩重狀態，邊一重活得更輕鬆？一睇便知。700年前蘇東坡嘅故事講過同樣嘅道理。佢被政敵打壓，一貶再貶，從京城到黃州，從黃州到嶺南，每一次都係有人要將佢踩落去。玩轉普通人早就忍唔住正面交鋒，甚至會用盡方法報復，但蘇東坡冇，或者更準確嘅講法係，佢選擇咗另一重回應方式。被貶黃州期間，佢發明咗東坡肉，寫出赤壁賦同當地百姓打成一片。政敵以為踩低咗佢，結果佢留低嘅係幾百年後仲有人念念不忘嘅名字。也冇風雨也冇晴，唔係冇經歷過風雨，係風雨已經行唔喐佢。那些曾經為難過佢嘅人，而家你記唔記得其中一個名字？而家就喺香港九龍城內外資公司嘅中層主管阿輝，喺公司做咗7年，一手帶個團隊，每一個項目都捱過最難嘅階段。第一年佢負責嘅季度報告交出去，成績亮麗，原本以為可以借此升職，結果一個平日關係普通嘅同事喺老闆面前公開將功勞攬上身，仲用咗幾個話術令阿輝嘅貢獻顯得可有可無。阿輝當時坐喺會議室，聽住對方侃侃而談，勸係一陣一陣往上衝，佢忍咗3秒，最終3秒還是不夠，佢當着全組人面質問那個同事，語氣唔好聽，場面一度劍拔弩張，係贏咗當日嘅口舌之爭，對方一時語塞，場面上阿輝佔盡上風。但從那天之後，整個辦公室開始有人疏遠佢，覺得佢情緒化難搞。升遷名單裏面，佢嘅名字悄悄消失咗。3年後，佢黯然辭職，去到新公司。第一件事就同新同事講，我以前有個同事好衰。佢講完停咗一停，自己先笑咗出來。其實我都唔記得佢衰啲咩，我只係記得我當日好唔值得。
就好似你打麻醉，手風唔順嗰陣醉嘅一時衝動食炸糊，唔係排出，係你自己亂咗章法。你對家務清咗你嘅牢騷翻臉，就係人際關係裡面嘅食炸糊，認咗那一去。但之後全台人都知道你點打牌。菜根譚有句話講處世讓一步為高，退步即進步之象本。那話講就係肯退一步嘅人，唔係因為佢怕，而係佢知道退步本身就係下一步嘅速力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真正活得通透嘅人，從來唔急住翻臉，因為佢哋知道留低餘地，留低亦係自己嘅空間。對方想要你發作，想要你失控，想要你將底牌攤開，你偏偏唔俾你保留嘅每一分鬆容，都係日後鬆容行棋嘅本錢。翻臉之後，底牌盡失，要時刻設防，活得更加疲憊。唔翻臉保留餘地，主動權喺自己手上，就可以鬆容繼續行路。但係講到呢度，你可能會問：唔翻臉，難道真係要吞聲一世？唔係嘅，蔡瀾昨日講，識得處世嘅人，從來唔靠吞聲，靠嘅係三句說話。第一句講落去，你可能會話呢句說話點解咁簡單，但係用得啱，威力大過你翻100次臉。如果你睇到呢度，心入面有一啲觸動，不妨喺留言區留低一個表情，代表你決定唔再用翻臉嚟證明自己。好多人以為要壓制一個討厭嘅人，就要比佢更大聲、更強硬、更有理據，要喺氣勢上壓過佢，要喺道理上贏過佢，要令旁邊嘅人睇到你嘅立場有多正確。但係你有冇發現，往往越係咁做，意思就越纏越緊，兩個人都困住。蔡瀾式處世，從來唔係咁玩嘅，唔係所有仗都要打，有啲仗你唔還手，你先至係真正贏咗。我明白你3個字，講落去好似簡單，但係你試過對一個正在對你大聲嚷嚷嘅人，平靜地說出呢3個字未？好多人以為我明白你係示弱，係幫對方台階落，係你認咗對方講得硬，自己講得差。真相唔係咁。當你說我明白你，你唔係在認錯，你係在解除對方嘅武裝。因為對方預備好迎戰，準備好你會還擊，會辯駁，會大聲，但你突然唔還擊，佢所有準備好嘅力氣全部都用唔上。攻擊一個正在進攻嘅人，容易攻擊一個站喺度平靜睇住你嘅人難。說呢句話嘅人，永遠掌握着對話嘅節奏。論語有句話：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白話講就係，你唔想俾人誤解你做先，唔好急住誤解人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，連討厭嘅人都試着去理解，唔係因為你要原諒佢，而係因為你唔想被憎恨呢件事困住你往後嘅日子。你去恨一個人，大概唔係對方難受，對方睡得着，你睡不着。所以我明白你，從來唔係為對方而講，係為你自己講嘅。曾國藩處理湘軍內部矛盾，向來有一個習慣，無論對方拿勢多好，佢第一步永遠係先認對方嘅難處。你帶咁多人的確辛苦，你堅持呢個立場，我理解你嘅考慮，唔係虛偽，唔係阿諛。係佢明白一件事，人一旦覺得被理解，攻擊性自然降低一半。對方怒氣來襲，你要做嘅唔係盾牌，而係將對方嘅力氣引到空處，讓他自己消散。100年後，屯門某社區中心社工阿玲，用同一個道理化解咗一場曠日持久嘅糾纏。他對口一個出名難搞嘅老伯，70幾歲，長年喺社區中心投訴局從事噪音問題、電梯問題、鄰居問題，每次上門都劍拔弩張，說話方式帶刺，令唔少同事都不願接受。阿玲接手之後，頭2次見面同樣係一言不合，第3次他改變了策略，老伯開口還未講完投訴內容，阿玲就停下來，平靜地說：伯伯，我明白你喺呢度住咗咁多年，好多嘢唔如意，真係唔容易。老伯愣咗3秒，然後把幾10年嘅委屈一股腦人講晒出來。
年輕時嘅遭遇家人黐散，那年獨跛嘅孤單，長期覺得無人理會嘅無力感。佢唔係要投訴，佢只係要有人說一句：我知道你辛苦。那次之後，衝突化解於無形嘅靈講。我唔係認許人，我係唔想俾佢嘅情緒主導晒成個局面。我明白你，係我將場面嘅掌控權悄悄收返自己手上嘅那一步，就好似你喺茶餐廳排隊，前面有人插隊，你大聲質問，通常兩個人都弄得不愉快，圍觀嘅人尷尬，你自己心情都灰掉。但如果你眼神直視佢，平靜問一句，你係咪有咩急事？對方10個有9個會自己行返後面，因為你唔係在挑戰佢，你係在給佢一個選擇。對方挑釁我為難你，你反擊，局面升級，兩個人都暈住。但如果你講咗我明白你，對方力高射空，你反而站穩晒個局面。呢個唔係忍，唔係退，係以柔克剛，唔係武功，係對人性最精準嘅運用。我明白你3個字，唔係你嘅軟肋，係你手裏面最鋒利嘅一件工具，只不過他從來唔出聲。但係如果對方唔係要你明白佢，佢係要你服從佢，配合佢無止境地遷就佢，咁我明白你已經唔夠用，你需要第二句話。你呢句話係好多香港人學咗大半世都唔識開口講嘅，唔係因為難學，而係因為我哋從細到大都被人教話拒絕別人係不禮貌嘅事。你有冇試過被人逼到要即刻表態，腦入面明明有把聲音話唔妥，但係嘴巴已經講咗好，然後往後幾日，那個好字就像一塊石頭壓喺心口，越來越重。香港人世日話做人要爽快，答應咗就要做到，但係冇人教過我哋喺你講好之前，你有權利先停一停。好多人以為拒絕一個人就必須有充分理由、有證據、有道理，唔係嘅話就係唔近人情，就係麻煩，就係難搞。所以好多人寧願即場答應，回去再想辦法，最後搞到自己兩頭唔到岸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解釋得越多，就越主動將軟肋暴露出嚟。最強嘅拒絕，從來唔需要理由。我要諗過先。7個字，簡單，禮貌無懈可擊，唔係逃避，唔係拖延，係你將主動權從對方手上不動聲色地收返自己度。莊子講無為而無不為，白話講唔係唔做嘢，而係唔喺對方設定嘅節奏裏面被牽着走。當對方要你即時表態、即時答應、即時配合，那個即時其實係對方設定嘅節奏，唔係你嘅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活得自在嘅人，從來唔急住回應別人，因為佢哋知道最大嘅主動，有時候係選擇暫停。唔急住回應，唔係軟弱，係你還在掌握着共鳴。蔡瀾一生面對無數拍檔提案、出版邀約、合作邀請，以佢嘅名氣同地位，幾乎每個人都期望佢即場拍板，給個痛快答案。但佢嘅習慣係讓我想想，唔係含糊，唔係推搪，而係清楚告訴對方呢件事我會認真考慮，但結論由我來決定，唔係由你嘅時間表來決定。佢唔係唔尊重人，佢係知道即刻答應嘅人往往係最後後悔嘅人。幾十年來，佢從冇樹敵，亦從冇勉強自己去做任何一件違心嘅事。我要諗過先，正係佢呢種人生態度最真實嘅一句日常表達。觀塘某中小企老闆啊，生講起呢句話，眼神裏面有一重劫後餘生嘅平靜。3年前佢有個強勢嘅合夥人，生意做到一半，對方提出一份對額3明顯不公平嘅新協議，要佢簽，仲話今日簽，明日就可以開展下一步。合約擺喺面前啊，生感受到那從無形的壓力。若果拒絕，關係可能即刻破裂；若果答應，往後幾年都要喺一個不平等嘅格局裡面運作。佢深呼吸咗一下，講咗7個字：我要諗過先。幾日，對方臉色有點難看，但說不出任何反對嘅理由。3日之後，
Sam 揾咗律師，理清自己嘅底線，以一個對方能接受、自己亦唔委屈嘅方案重新談判。最終佢體面地處理咗那段合作關係，冇思過念，也冇委屈自己。佢話如果當時我即刻答應，或者即刻拒絕，兩個結果都唔掂。喺嗰7個字讓我贏咗自己那3日，令自己喺平靜嘅狀態下諗清楚自己要啲咩。就好似你喺街市買菜，檔主出一個價，你唔會即刻講好，你會話等我係連轉頭嚟先。你唔係唔信任佢，你係將選擇權留返自己手上，給自己空間比較思考，決定人際關係裡面。道理完全一樣，你人私日要即時決定，即場答應做事後後悔，即場拒絕走關係過力。但如果你講出我要諗過先，主動權就回到自己手上，結果由你話事。呢句話唔免山露水，但係它是一把隨時可以用嘅保護傘。遮住嘅唔係雨，係別人施加給你嘅節奏同壓力。而家不妨喺留言區留低4個字，放過自己。你唔單止係一個願望，更加係你對自己講嘅一句承諾。當你寫低呢4個字，你就係你決定從今日起，唔再為唔值得嘅人即時交代自己，唔再因為害怕麻煩而提早答應自己唔想做嘅嘢。但你可能會發現有一重人，你明白咗佢，暫停咗佢，佢仲係會喺你嘅生命裡面糾纏，唔係因為佢唔明白你嘅立場，而係因為那個人已經住喺你心裡面，唔係真實住着，係你嘅情緒，你嘅氣，你嘅耿耿於懷，讓佢沾咗一間做1分都唔使交嘅符。呢種時候，也需要第3句話，而呢句話唔係用來對付對方嘅，係用來解放你自己嘅。人到某個年紀，你會發現一件事，真正令你夜晚瞓唔着覺嘅，唔係那個人而家做緊咩，唔係佢有冇受到應有嘅懲罰，唔係世界有冇還給你一個公道，係你自己心入面仲未放落嗰口氣。好多人以為只要唔再見到那個人，就算解脫，換工作、搬屋、絕交、刪掉所有聯繫方式，然後以為那件事就咁樣翻篇了。但係夜深人靜，某入面某個畫面一閃過，那股氣又會來了。你仲係恨緊佢，仲係氣緊佢，仲係喺某些時刻，因為佢講過嘅一句話，做過嘅一件事，而影響咗你當下嘅心情。你仲喺度恨緊一個人，係因為你仲俾佢住喺你心裡，而你係有權叫佢搬走嘅。那個人消失於你的生活，但從未黐開你的心。蔡瀾嘅意思大致係見過世界咁多嘢，咁多人，他說最怕唔係杯人，最怕係俾啲唔值得嘅人佔據晒自己嘅手，佔走晒本來應該用嚟嘆世界嘅時間。每一喺你喺度恨緊一個人，你都會親手縮短自己快活嘅時間。而多謝你讓我知道，就係你叫那個人搬走嘅方式。林語堂論寬有一句話令人深思，他說寬容不是因為對方值得原諒，而是因為你自己值得自由。懂得將石頭變成路嘅人，從來唔係為咗令石頭好受，而係為咗令自己走得更遠。多謝你讓我知道，唔係原諒，唔係和解，唔係大度，唔係話對方做得對，而係你給了我一個信息，我接收咗，我用佢，然後我走了。蔡瀾晚年坦然睇化生死，公開安排身後事，講起自己嘅一生，喺你語氣從來係平靜而滿足嘅，唔係因為佢哋人生一帆風順，唔係因為遇到嘅人都係善類，而係因為佢將每一段唔好嘅經歷都視為讓自己看清楚世界嘅材料。多謝你讓我知道世界係咁樣，你知道人可以係咁樣嘅，知道下一次我要點樣保護自己。呢種態度就係佢那從通透嘅最真實底色。紅磡區某退休小學教師陳老師講起呢句話，係喺一間茶樓裡面，一個普通嘅下午，佢30幾歲時，另一個相交多年嘅好友，兩人一齊捱過生活最艱難嘅時期，互相扶持，以為呢段友誼會陪佢走到老。
但係喺佢人生最低谷嘅時候，丈夫病重，工作出咗問題，情緒幾乎瀕臨崩潰。那個好友選擇咗消失，甚至喺背後做咗一些令佢更難堪嘅事。陳老師當時冇發作，唔係因為佢唔憤怒，而係因為佢根本冇力氣往後機靈。佢帶住那口氣過日子，每逢想起都會有一陣絞痛。直到某一年，佢喺一間茶樓偶遇那個舊朋友，周圍嘅人都屏住呼吸，估計會有一場風波。陳老師只係笑咗笑，喝咗一口茶，然後平靜說出一句多謝你，令我知道我唔缺合信人信得咁盡。說完佢低頭繼續睇菜單，點咗一盅冷飲，自顧自食完，然後黐開，冇諷刺，冇刻意表演，冇叫人睇見佢有幾歹毒。佢後來同人講你呢件事，我唔係原諒佢，我係突然明白，如果我仲記恨落去，呢段關係就仲佔據住我嘅生命。我呢把年紀，時間唔係用嚟恨人嘅。呢句說話，我係對自己講嘅，唔係講給佢聽嘅。就好似你食過一間餐廳，食完肚痛，你會記住呢間店，下次唔會再去，但你唔會世日恨緊佢，唔會逢人便講，唔會因此影響你享受其他好嘢食。那間爛餐廳只給了你一個訊息，我唔啱你。你感謝那個訊息，然後繼續找好嘢食。你一個人傷害，執住唔放，繼續內耗那個人消失了，但痛苦還在間。如果你選擇講出多謝你讓我知道，就係將呢段經歷化為訊息，而唔係傷口，咁先至係真正嘅自由。而家不妨問問自己，你心入面而家仲有冇一個人係你日日諗起，但又唔知點放低嘅？唔使答我，答自己就好。如果你都有過呢種經歷，歡迎喺留言區話我知，我會睇每一個留言。3句話講完咗，你可能發現呢3句話說起來容易，但係實際用出來，最難嘅唔係記住嗰3句話，最難嘅係你整個人活嘅狀態。因為真正令你從此唔再被任何人韞住嘅，唔係一兩句說話，而係你活嘅方式。蔡瀾晒日講人生苦短，嘆世界先係正經，但係好多香港人將本來應該用來嘆世界嘅時間，全部用咗喺記恨同計較上面。唔係因為唔想痛透，而係冇人告訴過佢哋點樣鬆開那隻手。好多人以為處世要學說話技巧，要學如何對付難搞嘅人，要學各種應對方法、各種策略。但蔡瀾一生從未出版過任何一本處世秘籍，佢靠嘅係一種活法最高嘅技巧，從來唔係說話，而係你活嘅狀態本身。蘇東坡有句詞：也無風雨也無晴，唔係冇經歷過風雨，而係風雨已經含喐佢。真正嘅處世境界，唔係冇敵人，而係你活到某個通透嘅程度，敵人自然對你失去意義。一盞燈唔需要逐個黑暗角落去打嘅，它只需要亮着，黑暗自然無處容身。活得好本身就係一重無聲嘅力量。蔡瀾橫跨電影、美食、銀學幾十年，你從來唔會見到佢公開對任何人翻臉報復，無論係多年前片場嘅恩怨，還是江湖上重重暗流衝動，但佢活到現今，見過最多嘅風景，食過最好嘅嘢食，交過最有趣嘅朋友，寫下無數令人會心微笑嘅文字。佢嘅生理唔係打敗咗邊個，而係活得比任何一個曾經會難過佢嘅人都更加精彩。那才係最徹底嘅答案。深水埗有一個開咗幾十年喜劇嘅老伯，街坊叫佢奇伯。年輕時佢被家人覺得唔上進，你街坊認為冇出息，做嘅係人人覺得揾唔到錢嘅事，一生路風光過，也冇被人高看我。幾十年過去，老伯每日認真擺台綠紙、喝茶、曬曬太陽，同來下棋與街坊傾傾偈。有人曾問佢，那些當年說你嘅人，你恨唔恨佢哋？奇伯想了一下，笑住答：恨咗咩好處？佢哋睡得着，我要因為佢哋睡不着咩？
我只係知我過嘅每一日都係我自己話事嘅。三句話說完了。第一句，我明白你，解除對方武裝，掌握對話節奏，用理解取代對抗。第二句，我要諗過先，將主動權收回自己手上，讓結局由你來決定。第三句，多謝你讓我知道，將傷害轉化為養分，真正從那個人嘅陰影裏走出來。三句話嘅背後只有一個邏輯，唔把時間浪費喺唔值得嘅事情上面，因為時間係你唯一真正擁有嘅嘢，你用來恨，用來怨，用來翻臉，用來精領自己，用來計較呢啲，都係喺將你唯一嘅資產拱手相讓。蔡瀾活到呢個歲數，佢最想表達你一重態度，大意係咁：有啲嘢唔值得你用時間去在意，當你真正想清楚呢一點，你就會發現，人生裏面那些曾經令你辛苦嘅人同事，原來那腰小，小到根本唔值得你在意，本來可以更自在。深夜銅鑼灣某間亮着燈嘅茶餐廳，一個人坐喺卡位，聽住四周隱約嘅人聲，慢慢飲一口熱奶茶。呢一刻，那些曾經令你討厭嘅人，全部都不在場，你在就夠了。活得好從來係最體面嘅答案。